来继续要来讲诈骗猖狂，敢若是去年全台湾的诈骗案损失的金额都将近70亿，创下着历史的新高。因为第一线去领钱的本国籍的车手，用要拢防逮捕以上，所以诈骗集团前2年开始找未成年的少年来做车手，但是因为家长爱负连带赔偿的责任，所以车手是愈来愈歹找。结果诈骗集团找车手，竟然是找到国外去，讲有愈来愈多香港人假观光的名义来台湾做车手，因为只要一个出境，警察嘛抓袂到。诈骗集团甚至推出着包头的行程，来台湾做车手，包食、包住、包机票，阁有所费，阁有薪水。不过台湾的警察原来毋是软啊哦，有一个香港的男子，第2届来台湾做车手，当场互警察甲砍起来。这是台湾的检察官开的拘票。派一个简单的行李，准备要坐飞机离开台湾，伫出境大厅，互人炸落来，双手互警方铐掉咧，无反抗，伊就是心内有数，伫台湾做歹代志。来，这个领钱涉嫌诈欺，我帮你逮捕吼。用观光签证来台湾的这个香港的中年人，半暝毋困，手机举咧出门，毋是咧看导航找路，是咧看指令。伊顶摆来台湾14天，经过湘北的地区，领超过200笔，头领的金额有400万，敢若抽成就赚40万。食了这滋味，第2摆来台湾入境时，就互警方跟踪。经过数日埋伏跟监讯后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移送。这个香港的车手被抓到，当时敢若台北市就7、8警政单位赶过来，敢若做笔录用16点钟才移送，可见伊涉案的范围真宽。原来伊无透露，阁欠所费。伫社群网站看到来台湾游览，阁兼趁钱，诈骗集团的包头的行程，包食包啉，阁包机票，逐工有3000块的生活费用，要6000块的薪水。工作内容只要去银行领钱，做20天，甚至会使抽10%。因为香港来台湾的机票往回卡免7000块，扣掉基本的开销，就一个香港的车手成本袂超过10万块，出境了后都抓袂到啊！这款车手为了趁钱过来台湾，当然都袂过警方的追捕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